兩擺。嗱，開始啦嚇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2、條柱要直嚇，眼望頂頭嚇，3、4、4、3、2、3，擺到架底，係啦，蹬直隻腳嚇，好。我唔記得壓縮佢，唔知夠唔夠長。4、2、3、4，嗱，通常最基本嘅咧要做到4下啊，然之後先至放翻低落嚟。下一個招式就叫做橫圈企柱嚇，好，準備，遞高雙，遞高支棍嚇，嚟啦，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放翻低落嚟嚇。好啦，又做呢個雙搖兩擺，1、2，動作要緩慢嚇，唔好太急。3、4，擺到架底，舉到最高，眼望頂下。3、4、3、2、3、4，眼隨手走下。4、2、3、4，吸氣上下，呼氣落。好，第三個招式叫做交搭伏手，提起雙手，平肩支棍下嚟啦。1、2，支棍要平下。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將佢打開，落翻低嚇，又嚟啦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，舉高啲到架底下。4、4、2，條柱要直下。3、4，好，放翻落嚟，呼氣下落。好啦，交搭伏手做完啦，跟住就係一個叫做膊托冚圈。嗱，將隻左手搭落去右膊頭，提起支棍嚇，平肩。好，開始啦嚇。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放翻低落嚟嚇。第二邊啦，右手搭左膊，平棍，係啦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膊托冚圈做完啦，好，又嚟啦，雙搖兩擺，1、不停咁搖㗎呢個。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放翻落嚟啦嚇。跟住就係
膊托冚圈做完咧，就係翼甲高提啦嚇。隻手要咁樣握，咁樣握，嚟啦嚇！先提起右手，咬手，咬手，係啦咬啊！跟住好啦，捉住佢，仍然捉住佢，舉起佢，一垂直落翻嚟，咁樣落咬手落翻嚟，係啦，再嚟多次，二，唔係呢個三啦嚇，然之後再垂直落翻嚟，咬翻手，順翻落嚟嚇，開始二三，咬手起，要咬手嚇，做唔到咬手嘅，下次做翻。四，落翻嚟啦嚇，三，二，咬手，咬手係啦，四就落翻嚟嚇，跟住四吸氣起，二，三。舉手落翻嚟，四，好，做完啦，好，開始雙搖兩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吸氣上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三、四，係咪蝦都影埋咧？四、二。三、四，好，落翻嚟。第六式叫做千斤後舉嚇，千斤後舉，咁樣握住嗰個棍嚇，開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盡量擺到後邊，係啦，唔好縮起個膊頭嚇，舉翻起佢，落翻嚟嚇，二。三、四，擺後啲，係啦，冇縮過啦，起翻落嚟，好，落翻嚟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舉翻起佢嚇，落翻嚟嚇，好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舉翻起佢，落翻嚟，做完呢個千斤後舉，雙搖兩擺，三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二、三，吸氣上，眼望頂嚇，四，好，慢慢落翻嚟。跟住就係挑燈半擔嚇，挑燈半擔，唔好俾啲名嚇親嚇。將兩隻手提起佢，拎起隻腳，繞過頭啦，係啦，擔起啲嘢佢，係啦，好，二，繞過頭，擔起啲嘢佢，係啦，好，三，繞過頭，係啦，好，四，大家做得非常之好啊！再擺翻過嚟，三、四、四，再嚟啦嚇，好，最後一 set， 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又擺翻落嚟啦嚇，第七式做完啦嚇，雙搖兩擺，一、二，支柱要直下，三、四，眼望頂下，三、三、四、三、三、四、三、四，可能數亂咗都冇緊要㗎啦嚇，做多少少一兩下冇問題嘅嚇。跟住就係後枕仰臥嚇，又咁樣握住支棍，係啦 ，OK 嚇，好啦，準備啦嚇，係舉起佢，然之後擺喺頸中間，
好，擺平嘅手掌，搓佢3下先，1、2、3，然之後仰卧，拖一拖住條頸，吸氣，擺翻正啊，再嚟搓一搓，1、2、3，托翻條頸，4啊，好，3、2、3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做完舉翻起佢落翻嚟嚇，好，雙搖兩擺，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3、4，哦，落翻嚟。第9式，最難呢式啊！最難做呢個啦嚇，叫做反腕過背嚇，握咗就咁樣握啦嚇，咁樣握啦嚇，嚟咯喎嚇，嗱先提起嘅右手，然之後咧咬手，垂翻低先，然之後舉起佢，一隻手咬手㗎啦嚇，舉起佢，然之後過背啦嚇。嗱，過背咧係咁壓住個背落就得㗎啦嚇，然之後慢慢上落去，擺到正中位置啊，最靚嘅嚇，係啦，好啦，準備，跟住再提起佢過背啦嚇，呢個就係3，提起左手，咬手，提起佢過背啦嚇，3，然之後就4，再嚟多次。舉起佢，壓住個背，個身體要直嚇，pat pat 內收，眼前望，下巴少少收回，唔使點喐都得㗎啦嚇。2、3，提起佢嚇，咬手，起落個背，4嚇係啦，盡量少就佢嚇。右手反手嚇，過背，再舉高佢嚇，攬翻手過嚟，好，2起2落，3起落翻嚟4嚇，好啦，3起咬手起落嚇，3、2、3。落翻嚟，咬翻隻手翻嚟嚇，3就喺呢度啦嚇，好，跟住再落嚟4，再落翻嚟嚇，過背嚇，再嚟起落，咬翻手，嗱再嚟多次，最後一次嚇，咬手，再嚟咬手，起4、2落，係啦，好起。吸氣，咬翻隻手翻嚟嚇，再嚟睇佢咬手，起，再嚟落個背，然之後再嚟慢慢落，咬手落嚇，好起翻嚟，好起手，慢慢落翻嚟個背，好再嚟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將佢慢慢翻嚟。好啦，最後一式叫跨底旋轉嚇。好啦，大家準備。起，錄完應該撳呢個掣得㗎啦。收咗佢啦，收咗聲嘅。撳呢個啊嘛。好，準備。跨底旋轉。我都唔知得唔得咁耐咋，應該要壓縮咗先好啲啊。我好第一次跑壓縮。2、3、4，順時針嚇，逆時針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落翻嚟嚇。好啦，到左腳就嚟啦嚇，起嚟啦，順時針1、2、
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落翻嚟啊！最後猶豫嗰次啊，起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三、四、三、四。慢慢翻嚟，好，慢慢之後，多謝各位。